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们一起站立。我们在主日，第二主日就是代降的过程当中，我们用信心来准备进入到神的同在我们要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预备我们的心。我心切切渴慕你主，我要紧紧跟随你，你恩典与慈爱永不止息，你心是直到永远。我望过你身影，你奇妙生命，献上我的赞美。耶稣，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我心更深向你举办，我灵渴慕你荣光，我完全相信你宝贵应许，我在你怀中安息。我要向世人歌唱你的恩典，直到我见你的面。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啊！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就用。再一次对我们的主说：耶稣，主耶稣。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弟兄姐妹，我们来向神献上感恩，因为他的同在跟救赎，所以才能让我们有盼望。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这样说：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起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上帝透过以赛亚先知对他的百姓说：“你还要使我厌烦吗？”我们常常使神厌烦吗？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回转，不要使上帝厌烦我们也感谢上帝，他是使无变有的，他是启示救恩，说我与你们同在。所以耶稣又称为以马内利的主。所以我们恳求主来帮助我们，因为有他的同在，我们献上感恩；因为有他的启示，我们才没有不至于放肆；因为有他使无变有，我们才能够得着供应。弟兄姐妹，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开你的口来赞美，来感谢上帝哈利路亚！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你深是父。
进入到你的恩典，进入到你的同在，进入到你的慈爱。谢谢主，有时候我们常常软弱，使你厌烦，求你怜悯，撤掉我们的软弱，撤掉我们的罪，好叫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圣宝座面前来敬拜你。哈利路亚！慈悲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早晨的敬拜，愿你来悦纳，让我们按着您的心意，而不是让你厌烦。因此我们的软弱可能让你厌烦我们，但是你还是带着你的慈爱怜悯，透过先知向你的百姓来启示，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你是扶持怜悯我们的，你是有救恩的。主，谢谢你，你一个兆头就是让人在黑暗当中有世上的光，耶稣基督要降在人间。虽然隔了2000多年，你依然应许不变，慈爱不变，依然与我们同在。谢谢主，让我们用信心来承接神你要给我们的属天的应许跟恩典。谢谢主，也让我们时时刻刻回转来到你的面前，按着你的心意来服侍。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恳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得着医治，得着释放。神的话也透过他的话语来安慰，来扶持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诗篇62篇第5节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医治的所在。我们恳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够得着主的同在。同在就带来所有的资源，同在就带来神的医治。所以我们邀请神上帝在我们当中耶稣在我们当中来成为我们灵、思想、情感、意志、身体。什么意思？就是代表我们的全人，成为你的主，而不是你自己在做主。我们自己做主非常的辛苦所以将你的忧虑卸给神。圣经告诉我们说，当将你的忧虑卸给神，然后就有什么？神坚固，然后就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在我们当中。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有需要，你可以原地站立起来，或者是坐着，我们一起来祷告，呼求他，恳求神医治怜悯来释放我们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你如果有需要，你就可以站立起来，大大张口，神就要大大充满在你的生命当中。哈利路亚！他是愿意将一切后世恩典将一切美好事物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命令，当我们弟兄姐妹开口同声来向你献上祈求感谢的时候，神你就在我们当中，神你就成为了避难所，你就成为我们拯救，成为我们的高台，成为我们的帮助。主啊，那看不见的，那看得见的仇敌，主你都要帮助我们对付。谢谢主，谢谢主，你是掌管万有，胜过所有权势。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感谢赞美主，我们要用心来宣告，我们的灵魂体都要整全来到你的面前。天父上帝，你是掌管万有的，这些黑暗的权势不能够胜过你。亲爱的主耶稣，你从死里复活，死亡的权势不能够胜过你，不能够对付你。谢谢主，因着这样的应许，你给
信靠你的儿女，信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当我们相信我们依靠的时候，你属天的权柄就要降临充满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凡我们在地上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凡在地上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怜悯我们，因为我们没有信心，不敢使用，或者是没有信心去相信神你的全能能够胜过这一些的万有。主，求你怜悯我们，再一次用信心来支取你，来宣告你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所能够得着供应的源头。谢谢主，今天我们恳求你医治的大能，不止在现场的弟兄姐妹，现在在教会病房，在医院的，在躺在病床的，在家里的，我们奉你的名求你医治的大能与他们同在，复苏他们的生命，健壮他们的身体，好叫他们起来敬拜你，起来荣耀你的圣名。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弟兄姐妹，我们要为主日来守望，来祷告让主的话来提醒我们。我们一起来说：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我呼求你的日子，你就应允，这是神的心意哦。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为着我们个人的连结与神的关系，今天我们的新任的长职同工领袖要就任，有锋利的有设立的，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恳求主来帮助，我们靠着主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凡事都能。我们为了年底相关的圣诞活动、圆摆，还有我们自己的圣诞市集，我们有一些的圣诞的关怀见证。明年施工的规划，我们要进入到一个年度的结束，求神来保守看顾，让我们特别透过传道，让我们知道透过这些的弟兄姐妹，透过我们的传道部，能够带领我们一起来宣扬神的福音，也透过2023年同工的招募愿主在这边感动王的心，感动尼西米的心，感动所罗巴伯，还有谁？感动以斯拉的心，感动哈拿尼亚，还有好多这些名字你记得吗？这些我们每一天读迦南之声的这些的名字，有一天成为我们的名字，感动我们。可能在困境当中，我们愿意参与在这样的一个教会的建造、圣殿的建造、城墙的建造，代表着我们要护卫着我们下一代。我们一起来经历神的同在，我们一起站立来进入到神的同在，进入到他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恩典，可以参与在辐射的当中，开口同声来祷告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施恩在我们当中掌权。主啊，你激动王的心，你激动所罗巴伯，带着第一批，以斯拉带着第二批，尼西米带着第三批，他们愿意负担他们的圣殿，他们的圣城，看见那一些的荒凉、毁坏、受欺压。主啊，他们心里有负担，他们心里难过，但是神你激动他们的心，不只是感动，还有行动。谢谢主，让他们愿意承担这样世代的责任。求你呼召我们弟兄姐妹，特别是今天兴起这一些新任的同工，愿意来参与，愿意来建造，
愿你圣灵来激动他们，感动他们，让他们能够全力以赴，让他们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神。谢谢主，今天早晨我们愿你的圣灵就运行充满在我们当中。谢谢主，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因为你的恩典够用，在我们的软弱人的身上彰显你的大能。今天你要高举我们，你要荣耀我们，因为我们要先荣耀你，先敬拜你，先敬畏你。主，谢谢你，今天我们要恳求你真的是我们需要与你连接，我们每日都需要你的同在，每日都需要，每一时刻都需要。谢谢主，特别是我们将这些新任的长职同工领袖摆在你的面前，主啊，激励他们有哈拿利亚这样的一个品格跟这样的敬虔，愿你来赐福在他们当中。主啊，让我们团队一起全心全力，在面对新世代的需要，面对下一代的需要，我们一起来经历到神你的掌权，神你的同工。我们要看到下一代被兴起，下一代的领袖被建立。愿你来施恩赐福在我们当中。谢谢主，谢谢主，感谢赞美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也要透过这样的一个祷告来寻求你属天的供应。我们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主的灵临到我，因为他拣选了我，要我向贫穷人传佳音。他差遣我宣告，被掳的得释放，失明的得光明，受欺压的得自由，并宣告主拯救他子民的恩年。现在我们要点第二支的代降节的蜡烛。第二支的蜡烛是伯利恒之烛，是提醒我们当日玛利亚和约瑟他们如何准备耶稣的诞生。弟兄姐妹，我们该如何预备我们的心呢？这个主题叫做准备。准备什么？准备你的信心，一起来领受神丰富的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看见我们无能，我们没有办法承受属天的应许，因为罪拦阻捆绑我们不知所措，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主，你在2000多年前你就降生在伯利恒，你给人有机会透过信心来领受你的同在，领受你的救恩。愿你的灵所赐圣灵激动我们的心，感动我们口称耶稣你是我们的主。因为若没有你的感动，没有人可以称你是主。我们需要你的同在，我们需要邀请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做主。主，我们邀请你来，我们要宣告你的同在，带来你的恩典，带来你的应许，带来你的能力。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拍手。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阿们吗？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阿们吗？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芥菜种的星星，可以将大山挪开。
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而呀，信心的祷告，神都要听见我们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地宣告，勇敢向前，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阿们。好呀，在基督里都是阿们。芥菜种的信心，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地宣告，勇敢向前。我们听大声来宣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阿们。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阿们。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阿们。将你向祷告的事献给我们的神。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阿们。我们一起说都是阿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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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阿们。儿们，将我们掌声献给我们的神。神是蛮有能力的神，阿们吗？我们再次在神的面前，好吗？我们再大大的来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都在耶稣基督里，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要大家的来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
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着永流满有的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一起来宣告。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是的，主啊，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会有惧怕。没有惧怕来得胜有余。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来得胜有余。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永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一起来说，有耶稣在我里面，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好，让我们将掌声献给我们的神。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知道我们会有害怕的时候，我们也会有担心的时候，甚至我们会有怀疑你的时候。主啊，求主你赐给我们一颗顺服你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单单依靠你，仰望你，愿意献给你我们的所有的全部。谢谢你听孩子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圣名祈求，阿们。耶稣基督是至宝，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耶稣基督是我的至宝，是至宝，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我要顺服，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耶稣基督是至宝，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
何处，到哪里都中心。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主，我们要顺服，是因为你先顺服，因为你先顺服天父的心意。这个苦杯如果能够挪开，就可以挪开，但是按着天父你的心意，我就愿意。是主你先顺服，给我们有一个榜样。今天你拣选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要召你的百姓出黑暗，进入奇妙光明。你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拣选我们，好叫我们何时软弱，靠主的能力，我们何时彰显神你的大能，叫我们刚强起来。主你喜爱的不是献祭，而是听命胜于献祭，这是你所要的。神，求你帮助我们除去我们里面的傲的心、骄傲的心，赐下谦卑顺服的灵，让我们好好的来敬拜你，好好的来服侍你，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你。今天我们常常在我们的软弱上面，我们不愿付出更多的代价，求你怜悯我们，透过你今天的话语来启示我们，来激励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按着您的榜样、您的心意来服侍。谢谢主，愿你悦纳我们的敬拜，垂听我们的祷告，允许你的恩典，允许你的同在。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我们要来看今天周报的消息。弟兄姐妹，今天带将第二主日的主题是什么？准备信心哦，准备你的信心哦。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如果你有信心，神的丰富就为你预备了。阿们吗？所以感谢主，我们第一个主日是什么？期待、
盼望，有盼望，你要用信心去得着。所以你有困境吗？有，但是信心能够突破你的困境。所以在第11页，我们有安排一些的服事人员啊，你就按照这些的安排来服事。明年1月8号我们要举行明年的第一次圣礼典哦，因为1月1号刚好是元旦哦，我们要跨年，所以我们会把圣礼典移到1月8号。要受洗的弟兄姐妹，请在12月25号圣诞节之前向牧师来报名。今天我们在第2场礼拜当中，我们会在这里举行我们的新任长子同工还有核心领袖同工的就任。我们长老有5位晋称省略简忠义、张富春、林顺正、陈丰盛、贾伟克任期有4年、3年的。执事有7位，有詹维轩、吴素鸾、黄美英、许淑伟、徐田恩、陈玉新、黄君义，这7位也是有4年跟3年任。好，那今天我们呢在长子会召开后，会召开小会，请新就任的小会员一起来参加。我们1点会在401教室召开408次的长执会一样，请新就任的长执一并参加那若无法参加提前向牧师来请假。若会有特殊的这一些的事情我们尽量有始有终一起来参加。2023年的迦南之声及主日的讲道进度圣经共读。弟兄姐妹，我们会按着这一些的材料，然后安排包括牧者团队的讲道，还有呢迦南之声小组的讨论那小组的这样子的聚会的时候，我们都是一连贯的用这样的一个我们讲台讲，迦南之声听，然后小组又分享这样会很多的这一些的感动跟领受。所以小组的研习手册我们在明年一开始，我们会就进入到以斯帖记，然后我会这样看到约伯啦诗篇，又回到撒母耳记下这些的安排，我们有播种的这些的材料试册定价是1400，那教会真的是看见，如果我们大家有愿意学习，我们都有补助所以每个人只自付700元我们向小组长来登记，在12月25之前来缴款领书。我们11月20号起我们有办这个迦南同工同工迦南我是同工2023年，因为我们进入到2023年，有好多这一些的新的服事愿我们受呼召来参与那招募的事工会到12月25号截止。那希望有你的参与，让整个这一些的事工能够更被神来所赐福我们再看一次因为看过3遍就会比较厌烦了那这是第3次，好吧？但是看到第3次就是会更深刻听说传道部会再推出第2支的新的影片我们敬请期待。好，来我们来看来。对啊，而且听说主题是同工迦南，我是同工，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Let's go！ 快点！这是在……来，不用多说什么，靠过来就对了。我要请我们的组长来向你们说明。这个讲互恁捌咯，恁喙就好拍假啦。你等我者，我啉一下茶，我再慢慢说明互恁听。
我们现在家人教会真的是欠缺很多同工，比如说有亲子礼拜招待，有鼓舞小组关怀带领，有小组长、属灵家长，还有儿童阿卡贝，以及崇拜部的语音投影，还有传道部的医疗关怀。啊，小等一下，好我串着。我这边，我这边，来，先喝口水。谢谢。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接下来就让我来说明了，孩子们，圣经上说，在世上要尽力做工。我们更要为主而做。现在加入迦南教会的同工行列，就是最好的行动啊！我吃老啊，我会当做什么？你老公老买鞋当补拖刀啊！这个姐妹，你可以当招待关怀，可以引导人来教会啊。没错，每个人都有他的特质和优点，不会的我们都可以来学习。要记得，上帝是看你服侍的心和态度啊。听起来有道理。那还等什么？我现在要报名同工。兄姐们，你们还在等什么？赶快来报名吧！没错，成为神国的同工，多么有福气啊！对，永远不要低估一颗服侍的心。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参与同工迦南，我是同工。好，这些演员都有没有在服侍啊？有，这些都是现身说法哈，他们如果在服侍的岗位上面都蛮尽心的愿主来赐福，我们也一起来经历哈。好，那可以吗？来，我们有圣诞节的相关的活动继续这个儿童牧区有圣诞传说那有12月11号哇，那一天有好多事我们从进入到圣诞节连续的3周的礼拜六下午礼拜六下午早上都有婚礼，还有穿插的告别礼拜等等这些。那我们也有这些的相关活动，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弟兄姐妹参与，有圣诞老公公的游街，还有在远百的前面这样的一个圣诞的相关的活动我去远百买东西那跟这些的售货人员他们经过你知道吗？他们说你是牧师啊？我知道，我经过你们的1楼，我现在变得很漂亮我说我有空就进来牧师请你喝咖啡这样那他们都知道，他们也都很期待对，你们教会之前有在我们百货公司下面有这样的一个圣诞的活动，弟兄姐妹这些的社区的朋友都有在注意，你知道吗？那我们更应该要一起来荣耀神的名所以12月17号3点到5点3点到5点。好，那12月24号我们有千人牧区所办的圣诞市集圣诞市集，那我们有邀请邻里一同来参加还有一些的单位。那12月25号是圣诞赞美礼拜还有就12月1号到12月25号我们有圣诞什么？圣诞欢乐送开箱礼物我们已经一些的社区朋友弟兄姐妹已经有得到他们真的是透过这些的经文，透过这一些开箱的内容让他们知道这圣诞节的意义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报名，但是我看有时候没有上线这样那今天几点开始有这样的圣诞开箱礼物，知道吗？跟你旁边说12点。几个礼物知道吗？10个礼物，平常每一天是1个今天礼拜天主日特别大放送，就是有10个圣诞礼物你可以留下来
好，所以我们为了要配合圣诞老公公游街，还有在原百1楼、7楼表演哦，就是分享福音啊，分享耶稣基督降生的好消息。所以，请你到公布栏去登记啊，登记到今天截止哦。好。那我们今天中午12点到12点15分会在教会1楼举行圣诞欢乐颂的开箱活动啊，请兄姐踊跃的来全网。来，我们来看一下哈，看一下。这是由我们自己的青年罗月导演哦他来精心设计，还有配合我们的社区牧区来配合今年的圣诞节礼物啊，这么多，真的，而且不止这些哦，现在台面上已经放满满了，还有很多隐藏的玩具没有放出来。该不会后面那把刀也是吧？这把当然也是喽。这样的教会这次2022年圣诞节礼物真的超级大方的，给大家看一下这把有多大。抽中！而且它还可以发出声音哦。雨随天缘音柱的大刀。嗨，我是美味蟹堡。嗨，我是阿月。在今年的12月啊，从12月1号到25号，每天星期1到星期6的晚上8点，我们都会在线上跟大家一起直播开箱这些玩具哦。然后礼拜天啊，非常特别，中午12点，我们会在迦南教会现场开箱。超级期待的，每天都会抽出1位幸运的观众朋友，然后可以将我们开箱的玩具带回家。哇，这太厉害了！这期间呢，其实是待降节。那什么是待降节呢？大家应该很好奇，其实就是在圣诞节准备的前夕哦。这前几个礼拜都是要待降节，前4个礼拜呢，将会点这个紫色的蜡烛。为什么要用紫色呢？象征着庄严跟尊贵。然后每一个主日呢，点的蜡烛分别是象征着希望、信心、喜乐跟仁爱。第5个礼拜将会点上一个特殊的白色蜡烛，那它就是象征着基督是世界的光。除了每天都有圣诞节礼物之外呢，我们还会有牧师给我们的经文哦。经文真的超可爱的哇！真的好好奇，牧师怎么把这些人物角色、动漫相关的背景跟经文结合在一起？感觉会非常有意思，因为你要知道每一个动漫角色，它里面的意义都非常的深。那请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哦，我们12月见，拜拜。拜。好，我们感谢同工的预备，然后我们也透过可能我们本来看作这些公仔好像是不好的，但是我们怎样赋予它让它在它可能就生命的改变，或者是我们提醒我们透过这些来提醒我们生命如何改变哦。好，我们在这个礼拜6哦，这个礼拜昨天才有一场哦这个礼拜6还是有吴荣恩何雅乔哦。他们的结婚礼拜在我们的2楼举行，在下午2点半另外接下来12月17号又有一场王威达、杨玉欣姐妹他们在教会的2楼举行结婚礼拜在上午10点我们敬请期待，我们一起参与来为这些新人来祝福。我们也有一些不舍得在陈月珠长老娘那在11月21号蒙主恩召我们听于12月10号上午上午是入殓跟火化下午呢下午是婚礼那为我们真的是这些与哀哭人同哀哭，然后呢与喜乐人同喜乐还有就是隔天会在天平山庄举行安放告别在教会那安放在天平山庄礼拜4这个礼拜4对在教会的7楼举行陈月珠长老娘的遗嘱家庭安慰礼拜，就在我们的7楼。好，那我们的黄志香长老的妈妈黄湖盆姐妹牧师妈长老妈她在11月26号蒙主恩召，享年88岁也定于
12月13号，就是下个礼拜二啊，在桃园殡仪馆举行入殓火化，然后12点半回到教会2楼举行告别礼拜，下午4点会到金山平安园来举行安放礼拜。这个是定于在这个礼拜5举行家庭的安慰礼拜，愿主来安慰遗族失去亲人的哀伤。我们弟兄姐妹你感同身受，你有经过了，你就可以知道这些的哀伤。我们来祝福他们。来，那个12月受薪的有没有？12月受薪的，请站立起来呀！我们来祝福他们哦。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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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手来祝福他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来祝福他们。感谢主。生命你所赐，你赐的是最好的，是用美好的厚物来厚恩来待我们。谢谢主赐给这些弟兄姐妹，你有许多的恩赐给他们，赐下圣灵感动他们，善用他们的恩赐。当他们愿意为主来摆上，你就多而更多赏赐在他们当中。愿赐给他们手所做的能够凡事亨通顺利，扩张他们的境界，坚固他们的信心，好走在神你为他们预备的恩典道路上，直到主你再来。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请坐。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来读2遍，一起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由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前书2章9节，再念一遍的时候，把你们改成我们，好吗？来。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前书2章9节，我们都是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哦。我们要预备心来奉献，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就是要好好的知道如何来献祭、来奉献、来摆上我们自己来敬畏、敬拜神。如果你不明白奉献意义，不用勉强，我们用这首诗歌来表达我们的感恩，献上感恩，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撑不住，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臣服主，都因为主
还是感谢你能够将你的儿女聚集在这里，聆听你透过牧师的口传讲你的道。今天是代降节的第2主日，也求你能够看顾你的孩子，在你所预备的道路上，能够抛开一切的拦阻和惧怕，充满信心的往前走。也求主能够持续保守我们，不管我们在家庭、职场以及在教会，都能够成为你的见证，更新我的生命。现在我们神上我们的时间、金钱、才能为主圣工所用，求你悦纳。孩子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坐下前彼此来祝，说一起准备信心，领受上帝恩典。一起准备信心，领受上帝恩典，请坐。一起准备你的信心，透过上帝的话语，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的应许都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那记载在哪里？在圣经里面透过这些圣经的人物描写、见证来提醒我们，我们也是属神的百姓我们要来读尼希米记，我们已经读到了尼希米记的第7章我们每一天的迦南之声，弟兄姐妹，你有听吗？人家外国都有在听，其他的教会有在听那我觉得我们本身我们自己听了好，这些弟兄姐妹说牧师我有在听也得着很多的提醒好，那我们一起来读尼希米记的第7章第1节开始来。现在城墙已经修建好，城门也安置好了，圣殿守卫、诗班队员和其他利未人的工作也都指派妥当。于是我派2个人监督管理耶路撒冷城的事，他们是我的兄弟哈拿尼和城堡的司令官哈拿尼亚。哈拿尼亚是个可靠、敬畏上帝的人，没有人比得上他。我吩咐他们，清晨天没大亮以前，不可开耶路撒冷的城门；晚上在太阳下山、守卫离开岗位以前，要关门上栓。我也吩咐他们要从耶路撒冷居民当中指派守卫人员，一部分人看守特定的地点，其余的就在自己住屋的周围地区巡逻。耶路撒冷城又大又宽，但住在城里的人并不多，房屋造好的也不多。上帝感动我，召集民众和他们的首领和官长们，查看他们的家谱。我找到第一批从流亡回归的人的记录，以下就是我找到的资料。许多流亡的人离开了巴比伦省，返回耶路撒冷和犹大，各自回自己的家乡去。这批人和他们的家人，自从被尼布甲尼撒王掳去当囚犯以来，一直流亡在巴比伦。他们的领袖是所罗巴伯、耶稣亚、尼希米、亚撒利亚、拉莫、拿哈马尼、莫迪改、毕山、米斯比列、比格瓦伊、尼宏、巴拿。以下是以色列各宗族从流亡返回的人数统计。我们今天看到这边，我期待你们继续看下去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念这一些的经文，但是我们会从上下文来看在第6章、第7章如何面对领袖的任命，为什么要任命这些领袖？就好像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在第2场礼拜当中要做什么？要任命这一些的领袖一样，有什么意义呢？弟兄姐妹，你参加了圣诞欢乐颂的活动了吗？我们当中有谁有得到了？有吗？哇，还没有，那个奖品也是很丰富的那我们进入到
代降节的第二主日，如果你还没有这个得到哈，今天的12点我们有10个礼物要送给大家。但是上帝准备更好的礼物，是要送给每一个人的，只要你愿意。不用透过抢答，然后经过我们的罗页来谁哪一个比较接近，比较说出它的意义就把那个礼物送给他。不是的，我们进入到第2周的代降节，准备你的信心准备你的信心，不是准备你做好多的事功德怎样，不是这一些不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礼物。透过这样的信心，能够预备领受上帝这独一无二的最尊贵的礼物，就是他的独生爱子，在2000多年前已经降生在伯利恒。他呢，为了要恢复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他来。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恢复关系？就是有一些的好多的软弱罪拦阻我们，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把这样的礼物送给你我是在什么时候？弟兄姐妹，是在什么时候？知道吗？是在当我们还是什么做罪人的时候，他就愿意定义要给我们，只是看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资格。他预备了。条件都好了，就等你等你说我愿意，懂吗？我们这个帅哥迦南的孔刘上次就是接受了，对不对？经过几年10年10年的等待，其实他期待，但是还有障碍，对不对？要去解决，但是一旦的时机到了，神就拣选他在前面。说我愿意，我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我愿意接受上帝成为我的天父，我愿意承认什么？圣灵是我的保惠师。这个就是透过信心来预备领受上帝要给我们的独一无二的礼物。你还在期待什么？你还在为你自己在找一些的借口吗？还是每一天都是神所预备的日子，我们所定的日子，神为你预备这样的一个礼物。让我们一起来准备进入到代降节的第2主日，是准备好你的信心，一起来承受。今天我们要透过在主日举行长职同工还有领袖的这一些的就任式特别是面对新堂未来的宣教，新堂建立好了，就好像我们最近在读什么尼希米或以斯拉，新堂建立好了，然后呢要建造什么？建造我们的心灵，心灵建造完，然后是为了什么？为了宣教嘛，为了我们看到尼希米在做这些的计划当中，拣选这些领袖，为了什么？未来在都市更新计划，你知道吗？在耶路撒冷的都市更新计划，城里还没有那么多人住，为什么？然后这些的名册名单，你读了好像很无聊，对不对？但是经过牧者们的这样的一个解释，你就知道原来这些的名单都是有意义的，可能这些名单就是在提醒你。在我们这个建造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在提醒你我。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圣诞传说，或者是我们为了预备在这个宣教，我们已经在启动了我们为了这些的下一代，有没有看到这些孩子这些的妈妈爸爸们，他们开始在那边用活动，我们怎么样来培养这个下一代？在明年4月，我们就会开始建立儿童的亲子礼拜，有好的这些的会堂，但是我们要做什么？我们教会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方向，然后年轻人为了之后我们的下一代。所以没有多了一场亲子礼拜，需不需要同工啊？需不需要？跟你旁边说，非常的需要。所以我们传道部配合来招募我们的同工，对不对？我们就要有一些的接待人员这些小朋友的服侍他们的弟兄姐妹，
我们期待看到我们的下一代，特别是这些30-40岁的家长，他们不要只待在5楼，待在其他地方不做礼拜吗？我们当然期待他们一起来，然后可以跟他的儿女能够一起来敬拜。我们期待吗？都没有声音哦。我们期待吗？我们不要让这下一代，哎呀，爬不起来，然后怎样怎样。明年4月10点半，跟你旁边说，明年4月10点半。我们会有新的亲子礼拜哦，亲子礼拜哦，我们一起来服侍他们好吗？一起来服侍。我们明年的7月开始，我们的台语礼拜会改为9点，我们的华语礼拜会改为10点半。我们为了就是要让这一些的孩子，他们可以爬得起来，然后时间刚好，大人带他们。有儿童的1年级以上的，就到我们的6楼去儿童礼拜，那边有亲子礼拜。因为会跑会跳的跟那个不大会跑会跳的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要透过这些很棒的老师，我们请了老师来训练我们的童工，用奥福的方式，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带动他们，把礼拜改得很有趣，让这些家长们一同来领受。所以未来我们为了这些的宣教，我们看见孩子的需要，你愿意付上代价吗？你愿意做一些的改变吗？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都想到我们自己，哎呀，我这个时刻真好，我的时间真好啊，为什么要改变？为了需要来改变。阿们吗？如果我们再不改变，我们就会被这世代淘汰，你知道吗？多少个教会小型教会已经关门了，你知道吗？面临关门嘛，我们不想看到神的教会关门嘛，我们不想看到我们下一代何去何从啊，无所适从啊。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做一些的调整，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我们在为了未来的宣教，我们看到这些孩子，我们来帮助他们，我们来让他们成为明日教会的领袖，从儿童开始培养起哦。弟兄姐妹，我们看到10月30号，600多人齐聚在我们的新堂，然后呢？弟兄姐妹，然后呢？然后你又回到云端了吗？下来吧，那个疫情已经比较我们与它共存哦，回来吧，不要舒适在那种习惯在那种舒适嘛，我们一起来。在现场的敬拜更除了在国外的，我知道我们有好多弟兄姐妹或者是一些弟兄姐妹在国外他们回来说，牧师，我们在国外都有在连线看我们的礼拜，一起参加我们的礼拜在线上那是不得已嘛，在国外弟兄姐妹，你在国内你在桃园你就回来吧，一起来参与，一起来建造。这一些的空间需要你的投入。接下来我们看到尼希米在花52天神迹式的建造完城墙之后，跌破这些众人的眼镜，跌破敌人的眼镜。你知道那些眼镜行的生意多好有一些这个弟兄姐妹，牧师那时候也没有眼镜行。我说我是只有一个比喻了，好不好？就说让他们知道说，在这样一面要防守，一面要建造，一面防守，一面建造，日夜赶工52天。完成了整个这一些的，包括修建、包括重建这些的城墙，我们看到艰巨的任务完成了。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尼希米就是要拣选合神心意，他可以信任的同工来与他同工，来带领。日后我们看到耶路撒冷开始要做了一个都市更新计划，简称什么？都更。
如果这几天你听迦南之声牧师就会谈到，我们看到那个台北市长或是这一些的县市长在选举的时候，他们就是一同的看见说什么，我们要来做什么都市更新计划、老屋重建怎样怎样啊？说到我们就敬请期待吧，我们来看吧，看他们有没有落实他们的政见哦。但是我们看到尼希米呢，他也看到了，他在那时候就看到了需要做一个都市更新计划，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他拣选了谁，他要来帮助他来协助在耶路撒冷的管理，或是未来都市更新计划要怎么样重建，因为人住的少嘛，对不对？所以需要从这一些的第一批的这一些的名册，然后开始去筛选，然后谁愿意投入在圣殿或者是圣城一起来居住。如果残破不堪，你愿意吗？你想住吗？你想住吗？那些比较残破的我们桃园有哪一个区域？我不晓得，你们了解看看。但是如果叫你说你进去，你愿意吗？那个社区可能是老旧，你愿意吗？有人觉得家人教会这个时候不是很好你愿意吗？别人好你就去吧，你愿意留下来吗？弟兄姐妹，你都觉得人家好呢，觉得不好吗？人家觉得我们好，觉得他们不好，我就搞不懂。我们一起来建造神的教会，没有那么糟，但是我们需要继续来建造，好吗？弟兄姐妹，我们透过尼希米在做都市更新计划，筛选、拣选领袖，提醒我们所拣选的领袖是怎样的领袖。我们被拣选出来，不是投票用人意还是神意？拣选出来这些领袖，我们有年轻的，有中年的、壮年的，都有。是凭着交情，还是凭着圣灵的感动？不要让人意赢过神意，但是我相信都有神的美意。拣选出来，好好的做，有始有终的做。第一个，我们要认识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即使你是在服事的困境，他都会帮助你重新站立起来，包括我自己。认识、坚固、帮助我的神。这是尼希米他自己在他的描述日记上面，他在提醒我们的。第二个，他拣选的领袖，今天我们所看的哈拿尼亚，有人说哈拿尼跟哈拿尼亚是同一个人，我们从字面上可能认为两个人，不管是同一个人或是两个人，就是他们有这样的热忱、忠心，然后被拣选。有好多神学家的争论，我们就暂且不争论。但是我们要看的就是今天尼希米他有智慧，然后来透过上帝的感动来拣选这样的一个怎样的人，在面对什么样的困境的时候，你知道吗？即使在我们教会现在面对整个大环境所来，然后这样的困境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困境吗？我们一起来检视哦。第二个，我们来看他如何克服内外这样的一个忧患的困境哦。第一个，我们看到，如果从你第6章有读了，因为我们主日礼拜没有读到第6章嘛，对不对？我们看第6章，从尼希米的仇敌参巴拉，还有多比亚，还有谁？阿拉伯人的基散。为了政治利益，为了他们的权益，所以他们怎样？他们千方百计的，就是要毁坏这些的城墙，然后希望怎么样？他们盖不起来，我们才有机会欺负他们，掌握他们，统治他们。所以当他们看到整个工事几乎要完工，在第6章剩下门扇的安置，所以呢，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当然他们要最后的一击，就是不要放弃机会。所以参巴拉多比亚还有基散，他们真的不死心，他们密谋就把尼希米约出来，把他干掉。把他来，
我知道你们很辛苦啊，我告诉你们，外面有好多风声对你不好，然后我们来解决一下，我们来帮助你。所以邀请他出来到哪一个平原？阿挪平原离耶路撒冷，你知道多远吗？这个地方有犹太人住，不属于任何一省，所以比较中立啦。来，你来这边啦，让他松懈，你知道吗？大约30公里啊，30公里，就是30公里之外的阿诺平原。来，这个村庄来这边来，我们来密谋，就是来这个鸿门宴嘛，对不对？我来，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有神的同在，所以呢，识破他们的诡计，一起来读来。参巴拉和基散给我一封公文，建议我在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跟他们会面。这是他们的计谋，想要害我。一次邀请吗？2次吗？3次吗？4次吗？4次完看他们不动，还有第5次还有第5次，那公文有没有粘起来？去看圣经吧哈。我们看到4番5次这样的一个连续，然后不放弃，为了就是要把他杀掉、害掉，然后呢，后面工程或是后面的就会停滞。所以敌人仇敌会先从谁下手？首领。先从谁下手？谁？谁？讲嘛？牧师啊，懂吗？长老啊，懂吗？撒旦会从牧师、长老下手攻击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参巴拉基散他们给的这些邀请函，来，我们来见面会啊，见面一下好，所以尼希米虽然知道他的内心密谋然后不良的动机，但是他还是有智慧，他不会我知道你们要害我，说我不去，没有他没有那么笨啊。他说我现在正在忙这些工程正在快要完工了，所以没有时间好，这是第一个所以他没有直接的拒绝，他是婉转的1次2次。第二个，我们看到是面对这些的仇敌敌对在带风向这个带风向这一句话现在好像很流行，对不对？什么叫带风向敌人带风向，然后那个抹黑造谣。这一次的选举不是这样吗？每一次的选举不是都这样吗？什么叫带风向啊？带风向的 SOP 3部曲，第一个就是先在网络、脸书上发动什么这样的一个议题来留言，吸引网友或是网军能够攻击，形成这个声量，然后发酵，有没有？参巴拉公文，第1次。第2次、第3次，甚至第5次是没有封口的，让大家好奇，拿来看看，哎呦，他要反叛他要怎样所以第2步就是吸引找来记者，根据网络然后来采访，人家说你怎样你最近论文怎样？你最近怎样？所以接着网络上架这些的新闻点阅率，然后特殊的原因等等这些，然后特定的媒体就跟进，然后呢新闻的播报。所以第3步就是什么样？台湾真的很厉害你知道，到了晚上就政论节目开始配合，有没有？有没有？如果有看这个新闻，还有政论节目，有没有？都是这样嘞。不足奇怪在那时候就有了，你知道，在那时候就有带风向，然后抹黑，有没有？然后就开始，然后当大家发现这个公文，然后没有封口，大家好奇拿起来看，对他要这样的背叛王
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透过设定了议题，然后名嘴明代主播就加入战局，成功的炒热话题，这个就是带风向。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在旧约就有了，在圣经的世界里面就有了，在各国我们都不足为奇哦。然后可怜的台湾人就不断被喂什么，被这样的喂带风向的垃圾话题哦，放假消息，可能针对牧师、针对人都有。有时候我听的3条线，或者是哭笑不得。所以弟兄姐妹，仇敌就是会这样先针对领袖。所以我们在任命领袖需要有什么样的态度，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品德。在第6章这边，我们就看到他们彼此商议，然后他们就是放假消息，说什么？大家都说你要违背王你照这个保护自己，自立为王，然后呢要背叛皇帝就开始了，有没有造谣抹黑啊？第3个我们看到就是造谣抹黑这个带风向没有反应，最后一个来就是找机会胁迫他请君怎样入瓮来，我们来读这一段来。我看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是多比亚有参巴拉会买了他，会买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他们好传扬恶言毁谤我。所以第3个我们看到他最后一个阴谋就是公然的恐吓他然后他们收买的所谓的先知示玛雅然后要尼希米跟他见面，然后又派人要害他，然后就告诉他你赶快躲来圣殿这样这个尼希米还是怎样有智慧因为他如果是一个安全人员，他是一个官，然后他随便进入到圣殿里面去害他怎么样违反了上帝的律法，所以可能他的名声不保，然后另外一个可能会因为律法致死面对这些的恐吓、威胁、利诱，我们看到圣殿的人员或这些人员被怎样收买所以当然他要不要胜选？要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破坏一个领袖的名誉，使他被人唾弃，这种策略既狡猾又普遍，在今天的时代也常被使用。弟兄姐妹，在教会有没有？也是会有。所以我们不要成为参巴拉、多比亚和基善的同党，好吗？我们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你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而不是只有在背后论断批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来。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银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所以我们要拣选的是什么？我们今天要拣选的，好好的你去观察好吗？我知道我们的眼睛都雪亮，每一次我们的选举不要按着人情好吗？是按着你的观察，谁真的是忠心服侍、敬畏、敬虔，不是外表了，而是从他的生命散发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敬畏上帝的人是第一个什么？他会蒙上帝来引导他的前路。一起来念来，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弟兄姐妹，如果你敬畏上帝，上帝就会指引你前面的道路，你不会在那边三心两意，哇，这个也好，那个也好，不会。第二个，我们看到敬畏上帝的人一无所缺。一起来，耶和华的圣民啊，你们当敬畏他，因为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这是敬畏神的好处第三个，我们看到蒙神搭救，敬畏神的人就好像尼希米一样
我们看门神大救来，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搭救。好多哦，你打敬畏好吗？打 Google 敬畏啊，在圣经里面敬畏，好多经文就会出来。你就用信心来宣告。第四个得产业，敬畏神。你如果过于人，你的领受就更加倍嘛。来，神啊，你原是听了我所应许的愿，你将产业是给敬畏你名的人。所以敬畏好不好？敬畏好，但是很难，因为我们会被影响，你会眼目会被其他人影响，被人影响。但是你眼目回到神的身上，他就会影响你走在他蒙福的道路哦。第二个，尼希米要拣选的是什么？大有勇气，包括他自己。我们看到他面对威胁利诱的时候，他说没有关系，我就是不进去，来吧。他拣选这些的同工领袖，拣选那些名单的上面的这些人，我们也是看到，从这些名单，谁敢勇敢的住在耶路撒冷？你们住在你们所分得的产业很舒适安全，但是现在来，我呼召你们来参与，可能城墙盖好了，里面还是残破不堪，你知道吗？被毁坏，还没有重建，但是谁愿意？所以从祭司，从这些服侍的人员开始，需不需要有平民？需不需要有中间的阶层？需要。所以我们就看到尼希米就先拣选领袖来管理、来治理、来带动、来怎样引导他们。来，我们一起来读。来，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会逃跑吗？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我不进去。这个就是在表明他有大无畏的勇气哦，去面对这些挑战，甚至要害他的时候，他也不惧怕，因为他是敬畏上帝的人，所以他知道上帝必保守他。他看过他，因为经过52天，神都保守他了，对不对？让那一些工程都能够顺利进行。他也向王说神的保守，对不对？他神激动王的心，然后他向大家做见证，上帝的手怎么样帮助我？哇！弟兄姐妹，你有这样的信心吗？这样的勇气吗？还是遇到困境的时候，我就揪起来啊，惊安那，没丢定啊，你才哦。第三个，最后一个，我们看到忠心值得信任。哈拿尼亚，我们从他的身上就是忠信，忠心，然后值得怎样被信任？来，我们来读来。主说：那么谁是那忠心又精明的管家？主人要派他管理自己的家仆，按时定粮分粮给他们的。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做，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所有的财产。哇，多好！当你忠心，当你良善哦，神的信实就要按照他的分配来多而又多的加给你。这是上帝在他的生命当中增加尼希米，然后呢，国王国库都为他效力，对不对？神的资源都为他效力，然后他拣选了哈拿尼亚是怎么样？忠心敬虔过于人，然后呢，有勇气吧，对，然后呢，他是值得被信任的。所以接下来尼希米需要有这些同工助手，牧师也需要有这些的同工助手嘛。今天我们要就任这些人是忠心是敬畏神的吗？为他们祷告好吗？最后这个故事就是在领袖高峰会的一个讲员史蒂芬妮他出生在空军基地他爸爸是军事长，就是士官长，类似像这个他常常搬迁，所以对这样的空军基地他习以为常后来也促成，我觉得后来就是促成他在他后面的职场有很大的帮助那我就长话短说，就是后来他找的一些的工作打工都有，最后他做了这个航空的一个机票柜台的售票员，虽然是一个小小的职分在售票，但是他呢每一次都很微笑，然后呢
对待好这些的顾客。有一天一个副总裁，销售副总裁就来找他，来，我看你我注意你很久了我看你每一次对待顾客都是微笑，尽职尽忠。来，我要提升你，来我的销售部门。神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他也是一个基督徒，透过这样的他在小事上忠心，所以呢，神就透过这个销售副总裁来提升他，然后辗转的后来在这个那个什么达美航空假期这个然后他就是负责，然后他跟这个业界跟旅行社的业界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关系。弟兄姐妹，如果你服务好，态度好，人家都有在看。后来因为有一个顾客他开旅行社，然后他就邀请他，最后他做了什么？这个商务喷射客机的这一个顶层的，就是那些富豪啦、董事长啊，这些包机啦、客机、豪华客机他后来做到总裁，一个非洲裔的黑人他既然能够爬到这个位阶是因为他在小事上忠心，因为他是在小事上忠心，所以我们就看到什么？我们就看到神就提升了，神就提升派管他管理更大的。他说他后来成为这个商务客机包机的这个一个总裁。一个可能常常被歧视、被轻视的人，但是因为他在小事上忠心，只有在柜台，然后他有尽心、忠心，然后他微笑，你知道吗？神就给他机会他能够创造更多的营业额，他能够在那种困境当中突破出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好吗？我们一起站立，我们相信神施恩的手会兼顾你我，兼顾你在职场上小事上忠心，好吗？当你在小事上忠心，神也更大的要交给你，好吗？交给你。所以我们看活出敬畏神、忠信的品格，神就给你机会，不是只有在教会，在你的职场你顺服神的带领吗？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基督是至宝，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一生活主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耶稣基督是至宝，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粪土，
要得着耶稣基督。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弟兄姐妹，你在小事上忠心吗？如果你在小事上都不忠心，什么事都做不好的。神把你交给你小事，你就好好的做，神就会像那个斯蒂芬妮中，他就把更大的交给他。这是圣经的一个原则，鼓励你善用你的生命来吧。就好像尼希米，我顺服；哈拿利亚，我顺服。不要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主啊，我不要到那个时刻。趁你还能动、能做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呼召尼希米，也借着尼希米来拣选呼召哈拿利亚。他的生命是敬畏你，他的生命是依靠你，他的生命是忠心，值得被信任的。主，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我们需要你帮助我们更多的敬畏你，帮助我们更多的能够忠信，不管是对神对人。愿你来施恩赐福，在小事上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是尽心尽力。神，你说你要派管我们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福分。谢谢主，愿你来施恩赐福，愿主耶稣基督他掌管万有的权柄赐给你，好叫你用信心来使用，来服侍。天父上帝，用你慈爱信实的心来保守我们，也能够像你那么信实，值得被信任。主圣灵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让我们敬畏你，忠心在你的面前，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Amen。好，让我们一起拍手，我们一起来敬拜。再次将你的敬拜摆在神的面前。芥菜种的事情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地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而有力中，你不曾忘记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难成的事，软弱而有力中，你不
在基督里的应许都是是的啊！来，我们来拍手，再一次将荣耀归给我们主。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礼拜就到这边啊！愿神的平安赐福与你们同在。